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一句俗语》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大家做伙讲一句，我是Lisa。咱今仔日要介绍的一句俗语是这句：树头徛好在，唔惊树尾做风台。Lisa，你等一下来办公室一撮。好。入来，老师，你找我呢？对，来，我问你。你暑假的功课是安怎甲隔壁班阿华写的一模一样，连毋对的所在拢共款？哈，我哪会知？阿华是我的厝边，伊一天教完就走来阮兜赖踅，有可能是偷看我的功课。干嘛呢？毋信你去找阿华来甲我对质。人讲树头徛好在，毋惊树尾做风台。我功课拢家己写的，无抄就是无抄。阿华，来，你来。你老实讲，你暑假的功课是毋是抄Lisa的？老师，歹势啦，我休赖着拢在佚佗，昨昏才发现今日要开学啊，我功课拢无写，我走去Lisa兜要找伊斗相共，结果伊无伫厝，我拄啊好看到伊的功课就放伫桌仔顶，我想讲阮无共班应该袂去互发现着摕来抄啊。树头徛好在，毋惊树尾做风台。逐摆风台来的时阵，咱就能看到有的所在树仔去互风台吹到歪高起喘，连根拢去互挽起来。这就是因为因的树根收浅，袂堪得强风扫过，无亲像一寡大树的树根顶真硬，就算是风台来，嘛也阁是好好徛伫遐。这句俗语就是咧讲，咱人得爱亲像树仔共款，骹步徛好在，基础打好好，代志拢爱好好啊做，做人爱正直，无私偏，安尼就毋惊别人来讲啥物闲话，也是来甲你恶意中伤。就亲像树仔共款，树根顶真硬，就毋惊会互风台吹倒去啊。这就是树头徛好在，毋惊树尾做风台。好，安尼大家应该拢有了解树头徛好在，毋惊树尾做风台是啥物意思啊？吼，咱最后用一句话来甲这句俗语讲出来：做任何代志拢爱认真拍拼，拄着代志才免伤烦恼。这就是树头徛好在，毋惊树尾做风台。好，今日这句树头徛好在，毋惊树尾做风台，介绍互大家知。希望大家拢会当甲树仔共款，甲家己的基础拍好好，就毋惊以后会发生啥物袂收煞的代志哦。我是Lisa，今日影片就到这。若想介我影片的话，就马上起赞加分享出去，也别订阅观众朋友们，就把小要订阅，你要拍讯都按那个小熊压力通知哦。另外，Lisa 冇Facebook跟Instagram嘛，欢迎大家帮我起加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后一个节目再会。